大家好，今天由我同大家講解 Player Master 軟件特效設置的相關操作。首先，我們打開軟件 Player Master， 在設備管理、節目管理和排程管理中，選擇節目管理，新建一個節目，添加一張圖片，然後將它最大化。在屏幕的右邊，我們可以看到有特效按鈕。因為是特效，所以我們必須添加2張照片，才可以看出它的變化。我們再加一張，然後點擊進場特效的下拉按鈕，就可以看到有隨機左覆蓋、右覆蓋等等特效。然後我們任意選擇一個水平百頁特效。在下面可以設置特效的進場時間，還有播放時長，之後應用到所有的圖片，最後點擊發布即可。